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伫美国时间8月25开始咯。头一天也甲主题放伫台语文化复兴、传承甲未来发展，有袂少伫美国的台湾人甲少年朋友拢去参加。文化部长陈丽君也特别录影片祝福活动顺利，也期待台语文化的传承会当一代过一代。讲台语，我爱你。由台湾罗马语协会所主办的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伫美国时间8月25号的洛杉矶举行。头一天早起主要的内容是台语文化的复兴，除了有真侪住伫美国的台湾人参加，嘛有袂少的少年人做伙参与。就连文化部长陈丽君，拢专工录影支持甲鼓励。我是文化部长陈丽君，非常欢喜知影有遮尔侪朋友来到美国参加台湾罗马尼协会所主办的世界台语文化营。语言的传承甲发展是咱每一个人共同的责任，需要每一个人共同来推动。丽君伫遮要感谢咱各位前辈过去长期的拍拼。咱嘛盼望未来，咱共同继续推动母语文化的发展。在这个政府遮支持的情形之下，咱安怎透过个人的力量，安怎透过团体的力量，互本地唔是台语人的人变做是台语人，互更较愈来愈侪社会大众会当这个进入台语的世界，会当开始讲台语安尼。活动进行到下晡，主题是讲台语的传承甲发展。营总干事何信涵是点出。台语若无少年人来投入，未来台语的传承恐惊会出现愈大的断层。咱若无少年人补起来，20年后啊吼，就变成讲，干那60岁以上的人会晓讲台语，安尼这是足大的危机啦。伊遮的人拍拼足久啊，结果咱的少年一辈无人去继续甲传承，继续甲接落来，啊，真紧这个语言都无去啊。刷落来，活动第2天，美国时间8月26号，要针对台语文学甲表演艺术的台语创作进行讨论，互大家会当了解到台语文化的另外一种面容。记者吴家明、高宗仁，美国报道。